好多人咧去日本玩嘅時候咧，都覺得啊啲日本人好有禮貌啊，覺得佢哋咧就好好人啊咁樣。咁咧，但係細心啲諗咧，其實你大部分都聽唔明佢講緊啲乜嘢。咁啊，點解你都會有呢種咁覺得佢哋咁禮貌嘅感覺咧？其實就係做緊鞠躬啊、點頭啊呢一啲嘅身體語言俾你。例如我哋都會覺得點頭咧就係有禮貌嘅表現啦，微笑咧就係友善嘅表現啦，個人翹埋手咧就係代表封閉唔想同人接觸嘅表現啦，托緊下巴咧就覺得係思考緊嘅表現啦。呢排最新咧就會，如果你冇戴口罩喺條街行嘅時候咧，啲人會對住你遮住自己塊面咁樣，或者彈開咯。所以咧，活用呢啲身體語言咧，其實對你表達你嘅想法啊，你嘅訊息咧，都係非常之有用嘅。下次再講，拜拜。